伫咧家己布地政治国小受到少子化甲一个人口外流影响，1991年就废校，规间校舍囥咧远。这社区感觉讲，这学校囥伫遮伫咧远真拍算。2010年开始认养维护这间学校，即马这学校的空间重新开放予社区再利用。去离休等啦，久来出离休等啦。当朝护理人员带社区的食大做伙来运动，比赛走卡当咧煮食大的中昼顿。外口也有食大的菜园，社区阁征收3间教室，然后青农直接上课。未来阁要推广在地农产品。好在老人大家有当活动，啊，阁有当摘菜来到建立环境，哦。啊，阮做主公也欢喜，煮了真欢喜，互大家真欢喜。这间正义国小的建筑物已经有60多年，伫1991年废校了后，就一直爬远到今。社区配合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，豆豆啊修整。虽然阁有一寡需要修理的所在，不过学校空间再利用，已经替社区的活法起头。水保局帮我们把它重整起来以后，加上我们这些又复校了，我们这些老人家帮忙我们复校了。你看，大家看到的呈现的是不一样的景色，不一样的环境。社区发展协会讲，因为社区有4个主路，学校拄好伫中，下乡的空间活法，毋能解决进前活动中心无够快的问题。未来阁要规划实农教育、环境教育甲地方文化，希望让这个空间会当阁一摆正做社区的教育中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